观众朋友，早，欢迎收看11月初3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真。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以色列甲哈马斯的冲突。以色列宣布，因的军队已经拍入去加沙地区，甲当地围起来啊。那哈马斯的战术是哪些炸弹，哪米落去地道？目前双方相战都无落软。加沙地区到打上无有9000个人死亡，其中6000人是查某人甲囡仔。联合国警告，搁安尼战落去有种族灭绝的风险。美国哈马斯武装群组等战车开去，雄雄冲出来为后边发现，将炸弹扛去了后，我先就走，随去清楚听到后边传来爆炸声。然后提前额头向目标连续发射，哈马斯为地面通道发动攻击，抵抗以色列军队的地面攻势。随之，战车大炮外景速度向加沙被围困地区行。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声明，以军是在战斗高潮已经侵入加沙北部主要都市加沙区。以色列工兵部队尊重米兹拉西表示，即马就是在拍通加沙通道第一阶段，不过拄到地雷甲陷阱，哈马斯已经学到经验，搁有准备。以色列表示，扩大地面行动将近1礼拜，损失10多名士兵，消灭数十名武装分子。对了地面进攻，空袭有关正严重。加沙卫生当局表示，轰炸造成死伤惨重，而且大部分是妇女甲囡仔，水资源严重欠缺，无安全也无清气，加速另类的武器。We are using the term risk of genocide because there is the process that is in the way is absolutely indiscriminate. It will be very grave. There is no water at present. Children drinking water from the sea. 巴勒斯坦人医疗援助团体表示，加沙35间病院有1/3无法度运作，真侪病院正做临时难民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出发去中东进前表示，百姓在冲突当中正做巴顿，会讨论如何减少对加沙百姓伤害。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再来关心。再来看欧洲的西北部，目前有一个风暴下兰，为英国、法国、比利时甲荷兰这4个国家登陆。当地风正透，1点钟的速度要到200公里。伫咧西班牙甲德国，嘛传出有民众去互倒去的树仔地死。这天气透风落雨，目前拢总有7个人死亡。强风吹倒路树，民众手内底雨伞也无法度挡风势拢开花。风暴下兰为西班牙一路冲，根据当地救援单位表示，马德里一个荷兰人和倒去的路树地死，也有5人受伤。西班牙气象局对西北部甲北部地区发出红色警报，沿岸可能会有9公尺。强风将海影吹到几啊公尺远，下兰为大西洋架过来，分别伫个英法、比利时甲荷兰4国登陆。英国泽西岛是吹到时速164公里的阵风，有面体受损。数十人伫暗时疏散到附近饭店避难。德文郡超过300间学校关起来。法国西北沿岸共款有超强阵风。普鲁贡维兰吹到193公里风速，强风将首尔联军挽起110万户停电。当地居民表示，这种威力已经唔捌看过。Donc ce qui veut dire que c'est inédit en France. La première fois. Normalement, c'est un truc tropical. Mais ça atteint les côtes françaises et c'est en France. Ce qui veut dire que, normalement, géographiquement parlant, ben, ça doit être beaucoup plus éloigné. Mais c'est tellement chamboulé dans la planète. Comment vous voulez qu'une telle tempête n'arrive pas en France?巴黎东北部一丛路树倒去，缀到一台卡车顶悬，卡车司机当场死亡。法国地政部指出，也有真侪人受伤，其中将近一半是消防急救人员。Il y a 15 blessés, dont 7 sapeurs-pompiers. Au moment où je parle, les 13 500 sapeurs-pompiers interviennent toujours dans des conditions difficiles. Et je veux évidemment les remercier, comme tous ceux qui rétablissent le service public partout sur le territoire national. 荷兰也警告会出现100公里的强阵风，呼吁上百人卖出去。阿姆斯特丹斯基普机场有206个航班取消。比利时也对北部发布甘马式警报，讲会出现时速110公里的强风。公司新闻陈慧珍报道。来关心国内天气，今仔日各地头天气稳定，日时较冷，早暗温差较大。咱来看温度。今仔日东南部甲恒春半岛会落30度，其他所在侪份好天。透早天气凉冷，新地关西温度上低，敢若16度。不过日头出来了后，各地头温度上悬会到30度以上，中南部甚至有32度、33度左右。
早时暗时温度差较济，就要特别注意。若后礼拜一，阁有一阵东北季风，北部东半部分会较高，较会落雨，天气嘛会豆豆转凉。讲到这台南好食物真济，真济人拢真介意。不过教育部体育署讲，111年6都的统计，这台南大考的人有4成3，占上济。等于讲10个人当中，都有4个人天重伤重。这项结果出来，在地民众有无同款的看法？那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会带头做伙来减肥。无论是香港公的肉色饭，也是清清的沙白鱼汤，看起来澎湃佮好食款。在民众早顿上爱食这味，府城美食800款，红合作美食之都。即摆煞增加一个大考城市的称号。根据教育部体育署公布，111年6都大考的排行榜，台南以43.2%排6都第一，嘛就是讲每10个人有4个人体重上过重。拢分大用件，拢会骑奥多摆啊，就骑脚车安尼。这食好健康啦，你讲无食嘛袂使啊。参大考袂使讲咱家己的问题啦，控制啊，系啊。对啊，为无这嘛是大考啊，这样讲啊。担任市长以来，这几年来也胖了蛮多的，那所以说我还是呼吁市长带头一起来减肥。连市长黄伟哲嘛讲，伊捌体重超过90公斤，即摆有较瘦落来。政府表示，因按算要对学校教育先做起，互囡仔注重饮食观念。另外，到底要安怎才瘦得落来？营养师嘛讲出关键，爱先调整饮食惯习，佮兼爱做运动，才当有效来改善体重的状况。建议就是采均衡饮食，然后有达到热量赤字的效果。那坊间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减重方式，像168可以采用个人适合的饮食方式去达到我们营养赤字的状况。大考是现代的文明病，真侪人拢食外口，较无咧动鼎灶，那会当尽量避免食油的煎的。若爱食淀粉，无法度强出的民众，营养师指出，会使加食食食纤维，就会使增加饱的感觉。记者新闻台南采访报道。今仔日的报纸写啥物？带观众朋友来看早报重点。先看联合报，国内癌症患者争取开偌济，就赔偌济住院医疗险，会当针对保单无写的条款另外约束，用赔付条款的方式放另理赔。不过，昨寿险工会招保险公司会商，保险公司拢反对这个条款。再来看自由时报。家暴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昨立法院初审，保护令新增加一项，禁止散布家暴被害人的性影像，而且保护令嘛禁止厝内人去调被害人的户口资讯，同性结婚者嘛伫规范内底。落尾来看中国时报，自动驶车的功能是愈来愈实行，不过国内目前还无自动驶车，敢若辅助的功能。运动会调查委员会表示，若准启动辅助系统发生车祸，就算无人受伤，运安会嘛主动介入调查。来关心2024年的总统大选，目前南北政党协商原还无结论。有风声讲，侯友宜放掉今仔日是谈判上尾的期限，火车过站都无咧相等啊。按照郭文德表示，这两边合作嘛无讲一定就爱全部拢用民调的方式，上重要的是爱公平。另外，郭台铭宣布，伊的人数拢总是超过100万份。台北市葫芦市社经活动，国民党侯友宜、民众党郭文铁、鸿海创办人郭台铭3个人同齐互假。不过，南北进入政党协商，总统候选人朝向无进展。团主侯友宜讲，拜五就是谈判最后期限。火车过站都无等啦，时间嘛无等啦，所以大家要快速的去面对这个问题。我并没有说一定要全民调，我只是说你总要有一个公开公平的一个规则嘛，不可能100%完全偷走，这第一点。为什么完全一样？那干脆就变成同一个党就好。但是也不应该用某一个去绑架所有其他的。后挂过工厂，席位换几落届，连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委黄丽锦如要敲过后一做伙，不过，互郭文铁拒绝。挂过中昼，搁同齐午餐会。郭文铁是讲两个人伫讲一票变步的财经发展，都是唔讲敢有去讲到过瓜配。佮讲人甲人交往，莫一直讲即位交换。将来执政者、执政党、执政政权的人，能够把和平当作一个首要之务。
郭台铭已经送交联署书到选议会，公布拢总1036778份联署书，啊，毋过检调持续查联署误写，婚姻地检署查到未了浪费干部以一张联署书换一箱卫生纸，初二向法院申请羁押干部3人。民进党赖清德到新店庙里参拜公庙，拍6阵，抢公客家票。高上尊拿北合的协商，讲因是秘密的敲职位。每逢任何一次的大选，国人最希望看到的就是国政蓝图，而不是政党的企图啦。柯文哲主席前天才说过，他反对密室政治，结果言犹在耳，他便示范起密室政治了。对郭文哲批评政府用1度9块买供电，才造成缺失。赖清德颠倒批评郭文哲用旧的资料攻击即卖政府，念着方向，呼吁郭文哲唔通看到乌影就开枪。记者综合报道。鸿海富士康集团去互中国官方调查，网络传讲富士康爱补纳代票7920亿个税金，而且这土地嘛互中国没收。不过鸿海甲富士康拢发表声明，强调无这款代志。鸿海昨暝发表声明，讲有媒体黑白生月起无空，发布有空无损的假消息，损害名声。因强调鸿海目前生产经营拢正常，富士康嘛讲一切拢是网络谣言。富士康最近接受中国的查税，虽望各大办公调查是正常执法，不过伫咱台湾大选进前，而且鸿海创办人郭台铭阁要参选，这时机敏感是引起各界猜忌。这大选都要到啊，刑事局嘛抓到彰化有一对兄弟仔，因本地都是通缉犯，因阁和中国的人士合作，办选举大选的选举角。内政部长林佑昌表示，为着要防止境外势力介入选举，警方嘛当咧调查。那行政院嘛讲，境外势力一直透过跋筊、假信息等等的方式介入选举，已经要求相关单位要严格来查办。关键进门雄雄冲入厝内，查某人拿菜刀一直抵抗。我在这里要干嘛？我们说警察。案件前后逮捕彰化这对兄弟啊，除了拢有通缉身份，搁较伫地下搅盘，原来有插一卡。为着闪过查缉，用榔头甲搅客收钱。警方调查，姓叶的兄弟专门收搅销，原来有抽头。为对个记录有查到，已经有7个人落肚，缴本累积12000。幕后原来甲中国人配合，密伫对方控制，为网络散布总统大选赌盘的资讯。警方对选举赌盘都会全力来查缉。那最近也有几个都有成果出来那我们会继续要求各检察单位要全力来收报。面对中国人士介入咱大选，警政司长黄明昭表示，赌盘影响选举公平，包含投注站、跋筊的搅场，加相关网络消息，拢持续要求各单位都要收集调查。内政部长林佑昌也讲，各单位早都有布局，警方嘛设天罗地网，若要防止境外势力，也希望各人唔通家己犯法。我想介选手段非常非常多，而警方也都有掌握，所以我们已经布下天罗地网，请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那行政院已请法务部以及内政部严格进行情资收集跟案件的查办。行政院回应，境外势力介入选举的情形，除了透过赌盘，假消息嘛拢无停，已经要求法务部甲内政部严格进行情报的收集，也甲案件查办，互咱国内选举莫因为境外势力的干涉受到影响。记者综合报道。都惊中国介入台湾选举，屏东地检署表示，无党籍的县议员郭在添，伫去年选举期间，和中国籍的看守涉嫌接受中国的赞助，甲中国药品甲快筛剂分予选民。另外，伊嘛涉嫌和支持者去恐吓别个候选人服务处。检方10月底已经依照违反反渗透法定罪，甲郭在添因翁仔某提起公诉。检调大家服务处是超出莲花清瘟药丸含快筛，拢是无经过核准输入的中国医药品。检方调查屏东县议员郭在添和中国籍的太太，去年5月是接受中国广东省台办的资助，和台办寄予因遮伫台湾算是违禁药品的莲花清瘟药丸含快筛，佮只是部分快筛爱转寄予伫台湾的中国籍学生，其他的则予伊伫选举时阵发予选民。郭姓被告另指示其竞选服务处之郭姓办公室主任、周姓助理，在其竞选服务处发放莲花清瘟胶囊以及德威快筛试剂予有投票权之选民。
几大箱清运药丸啊含快台试剂拢互扣起来，但是检方讲，过再添涉入的案件是毋哪一件。去年11月14，伊阁含真济支持者做伙去恐吓新园乡大候选人竞选服务处。面对检方的讲法，初日下晡过再添嘛，伫伊的服务处背称检方的指控。现在的陈代表啊，他在我这边跟人家喝酒起了冲突，起了冲突以后，是不是我两方面我要去把他让他和解掉？哦，所以说他在这里所有的监视器拍到的都是我负责他。郭再添背称讲，伊是咧斗处理纠纷，而且替家己含太太咧发冤枉，表示讲无甲药丸含快太发出去，是家己的人家去啊。但是这讲法是无法度互检方信道。民众地检署10月底是照违反渗透法、药事法和选罢法者罪嫌，对郭再添翁仔某等涉案人员提起公诉，而且会求判重刑。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以色列甲哈马斯的战争到达尾1个月咯。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说是无要落软，继续攻击加沙地区，造成当地民众死伤无数。那国际社会咧反对战争，连以色列国内嘛有声音，话讲爱停止轰炸，甚至甲纳坦雅胡关起来。即阵战争已经演变做以色列国内无共派对立啊。标顶的相片拢是互哈马斯掠走以色列的受害者，以色列的人正悲伤唱国歌，等因团结的力量。但以色列伫加沙安尼乌白帮，采取无差别待遇的军事报复，造成社会内部严重分歧，两边的人嘛互相呛声。Bombing houses and killing people inside their homes. 第同一条街仔路已經伫這10個月抗議以色列的司法改革，即馬嘛甲以下衝突的原因指向總理納坦雅胡，認為講伊無能力來處理戰爭和和平兩項議題。Of course, Hamas are awful. They're animals. But it's the occupation. 57 years of occupation that has led us to where we are today. 看到內部的紛爭愈來愈嚴重，以色列的總統赫佐格呼籲個人團結，嘛批評哈馬斯佇中在使人受訓。האויב המפלצתי מנסה בכל הכוח לנהל נגדנו מלחמה פסיכולוגית בכלים הנבזיים ביותר. ראינו את זה השבוע כמה וכמה פעמים, ואני מעריך שנראה זאת בגזרות השונות. הוא מבקש להפחיד אותנו עם סרטונים, שמועות ושקרים. הוא מנסה לערער אותנו פסיכולוגית, לפגוע לנו בנפש, ברוח האישית והלאומית. 以下衝突就要滿1個月，以色列的平民組織用希伯來文和阿拉伯文來打標語，希望同源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做伙追求和平和平等。公司新聞新錄報編譯。那以色列甲哈馬斯咧相戰，即羅西亞嘛趁機會攻擊烏克蘭。烏克蘭表示，過去24點鐘內有10個州118個鐘頭去互羅西亞攻擊，這個受攻擊的地區數量是今年上濟一屆。大樓外邊的鐵路攏互爆炸破壞，威力正大，真濟窗仔門攏震碎。烏克蘭南部大城哈爾松昨日遭受俄軍的炮擊，造成1個人死亡，2個人受傷。烏克蘭內政部長講，在過去24點鐘區內，烏克蘭全國27個州內面的10個州有118個所在受到俄國的攻擊，從今年以來被攻擊城市甲村莊上多記錄。哈爾科夫也有1個人死亡。烏克蘭甲西方盟友擔心，俄羅斯將會像去年同款，在冬天來進行加強對能源基礎設施的攻擊。因為烏克蘭軍隊家己所研發的無人機，在這場反攻也發揮愈來愈重要的作用。32-й зум механічний і до 120-го цифровий. Тобто можна 120 раз максимум? Можна подивитись, що пише на футболках у наших ворогів. З якої висоти? З висоти 2 кілометри в середньому. 這種名叫做山魚的無人機，每一台成本差不多5萬美金，俗佫好用。會當當作烏克蘭軍隊佇咧空中的遠程目睭，團隊借由無人機連出目標，結果甲坐標團互炮兵部隊發動攻擊。因為俄烏戰爭也未煞，以下戰爭即嘛佫佇咧拍，國際之間也正關心中國的態度。
中国担任11个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国家，驻联合国大使张军除了强调解决以巴问题是首要任务，也会继续关心乌克兰的局势。Definitely will continue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situation in Ukraine, and it has been on the agenda in the past more than 1 year and a half's time, and we will watch it very closely. 因为乌克兰伫咧东部甲南部的反攻差不多无任何的进展，引发对战争感到野心的担心。拜登政府最近已经要求国会批准对乌克兰甲以色列超过1000亿美金的援助计划。俄罗斯的国防部长绍伊古是讲，乌克兰军队想要进入扎波罗热、赫尔松甲顿涅茨克地区时阵，遭受重大的损失，但阁无提供任何证据。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译。中国前国务院的总理李克强前几天因为心脏病过身，昨北京举办告别式甲火化。根据中国官方媒体央视的画面，李克强遗体顶悬有刻中国共产党的党旗。习近平佮有全体政治局的常委拢有到现场，另外嘛有上千个民众要来烧送，不过沿路拢有公安的管制。沉痛悼念李克强同志。真正因为心脏病过身的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日伫北京的北宝山公墓举行葬礼，形式是比照2019年前国务院总理李平过身的正国级规格。根据官方媒体央视放送的画面，李克强的遗体穿西装，刻中国共产党党旗，边仔拢是花。习近平和因某裴丽媛和全体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韩正拢到场致哀，嘛慰问美梦任定峰，前中国总书记吴允乐无来，送花口哀悼。有就千民众拢伫蒙阿区的附近，要送李克强上尾一程，护卫安置加强戒备。边仔2到3公里的道路拢做交通管制，因上有一大堆特警、公安和穿便衫的警察伫遮，要求过路人莫停落来，气氛是真紧绷。一路走好。北京天安门广场顶悬的5000旗，升起了后，佫慢慢降落来。各大政府机关嘛拢降半旗，传出有真侪工一工班的活动拢收到通知，提醒人员莫穿红色的衫。李克强的故乡安徽合肥的故居是一片火海，赶快有保安人员穿蓝色架在驻守。不要在那驻足停留，请往前面走。这好好的一个总理就说没就没了，痛心吧。其实对李克强过身了后，中国政府就加强管控，针对因应各种悼念的活动，学者分析就是为了防止有可能演变作大规模的抗议。有这么多人在李克强过世以后，自动自发的去悼念他，其实某种程度，这反映他们对习近平很多政策的不满。因为经过这个周恩来过世的4、5事件，还有这个胡耀邦过世6日事件以后，那当然。共产党他们提高了警戒意识。郑秀环讲，中国内部目前有少年人失业率真高，经济成长变真慢才状况。北京当局烦恼人民的不满，会用哀悼发出来，才让李克强过身了后的氛围这么奇怪。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智库国际民主甲选举协作研究所 IDEA 公布全球的民主报告，讲调查173个国家。其中有85个伫过去5冬民主表现上无有一项关键指标出现行倒退情形，这已经是连续第6冬民主退步的国家比民主进步的国家更较侪。总部设伫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国际民主甲选举协作研究所 IDEA 所公布的2023全球民主现况报告指出，全球有将近一半的国家民主水准长得降低，就连美国、奥地利、英国这民主传统真久的国家嘛在内。This trend, which is declines in all of our measures of democracy, is affecting every single region of the world. It's not just autocracies or countries where there's been state collapse or coups in sub-Saharan Africa, but we're also seeing declines in really historically high-performing democracies in Europe, in North America, and in Asia. 这项报告是根据各项指标进行分析，包括公民自由、司法独立加政治参与，并且以代表权、权利、法治加参与4个主要类别进行鉴定。调查的173个国家，有85个过去5年伫民主表现方面，至少有一项关键指标是倒退。这是连续第6年出现民主倒退国家比民主进步国家较侪，是为1975年开始收集数据以来，全球民主倒退持续时间上长的记录。
We've seen declines in countries like Austria, in Germany. Here in Sweden, a decline in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South Korea, Canada, the United States. So there really is not any area of the world that has gone unaffected. 伫法治的类别，奥地利、匈牙利、秘鲁这些国家独立司法审判，也甲无受政治暴力干扰的自由表现拢无理想。伫权利的部分，言论自由甲集会自由倒退趋势特别明显。作者特别指出，民主品质的恶化甲无法度制衡真有关系。除了一般理解以外，人权团体、公民社会网络，也甲调查新闻记者，这拢是制衡权力的实体。另外，也是有一寡正面的进展，亲像部分中华国家伫法治方面有改善，一寡非洲国家腐败程度降低，政治参与程度完有提高。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今仔日国际有啥物大代志？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世界。日本航空自卫队昨暝载46个人离开以色列，返去日本，其中有一个是台湾人。另外，日本外务大臣目前正在访问以色列和约旦。根据罗西亚政府网站公布的法令，总统普京批准撤销禁止核武测试的条约。有媒体报道，拜登政府会甲中国协商管制核武，防止核武扩大。再来看，美国宣布制裁土耳其、中国、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一寡公司，讲这寡企业偷载军用品、武器的零件予罗西亚，协助罗西亚拍乌克兰。美国总统拜登要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 APEC 会谈。咱的外交部长吴钊燮讲，会面可能会牵连到两岸的局势。不过，美国都有甲台湾沟通。目前嘛安排台湾 APEC 代表，就是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和拜登会谈。APEC 亚太经济合作会议15举行，美国白宫证实，美国总统拜登要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国际注意的焦点。针对拜习会可能影响台海局势，外交部长吴钊燮初表示，美国若做大概有高层会议，拢会甲台湾沟通。拜习会会不会发生？或者是说发生的时候会不会对我们有所影响？那这些相关的单位，尤其是我们的外交部，都在密切注意当中。除了乌克兰的战争还在持续之外，那中东也爆发战争。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台湾更需要认清我们所处的这个情势，要避免战争的这个发生。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搁再担任代表出席 APEC， 除了要对外展现台湾高科技量能，吸引其他国家合作，是不是有机会甲拜登会谈？吴钊燮证实当地安排。那 AIT 主席罗森伯格伫选举前来台湾访问，搁再声明反对台独。吴钊燮是讲，两个人私底下见面，美国讲台湾是亚太两线力量，对台湾支持真坚定。不过，驻美代表萧美琴互人点名是赖清德副手优先人选，立委更加关心吴钊燮，传出讲要接替驻美代表。你不想回答，就表示你背后另外有猫腻。我刚刚已经说明了，但是有些事情涉及到竞选的这个部分，我就没有办法说。不是要涉及竞选，我要你涉及到台美关系的这个外交关系的部分，我跟委员讲说不会有问题。我听说已经有驻欧洲的重要的代表要回来国内，是不是要接你的位置？是不是你要去美国？没有这件事。那是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要接任副国务卿，吴钊燮讲坎贝尔是台湾真好的朋友。针对晶片战争作者，美国学者米勒认为，中国封锁台湾，恐惊破坏全球经济。吴钊燮完了认同，代表台海和平对国际安全欢迎真重要。美国海军第7舰队发布声明，美军飞弹驱逐舰皮拉塔号加加拿大皇家海军巡防舰渥太华号7日例行性穿过台海，自6月以来第2届。公布讲，两只军舰向南航行，无特别状况。不过，强军东部战区一直伫牵制，专程戒备，对撞两只军舰。记者综合报道。亚太电信后个月就要甲远团合作一经，不过即马却逼出无代无志，甲伊港的电话号码停掉。这伊港甲亚太点头反映，店家却要求伊港爱找台湾人，甲号码过好才会当恢复使用。不过亚太电信表示，这毋是因下骹的店面，可能是私人的通讯行无验证件，才会出现这寡问题。因为无确实查核用户的身份，亚太电信拄好 NCC 罚450万，才过8个月，即马亚太阁发生向阳来取消伊港的手机啊问号，伊港找问题反映，毋通去用口说讲费用拿袂起，怪伊去找本地人做人头来计哦，才会当恢复使用。对于亚太移工人头门号一案，亚太电信有回报
NCC 会督促业者依契约进行处理。阿泰发声明讲，查到通信行哪像无确实查验双证件，信卡的持有人阁毋是申请人，再先停止问号，后续的处理应对，拢是通信行员工的服务行为，毋是阿泰员工。相关的异常状况嘛，已经向电信侦查大队报案。暂定12月15，就要和远团合并。即阵阿泰漠视费，远团敢若讲，目前两间电信也是无共公司，无回应。即个若准是事实，阿泰毋但是无做到落实客户的风险管理机制，恐惊嘛变做诈骗集团利用来做歹代志的工具。只是为了冲业绩，而没有真的落实身份的查核，可能导致一些所谓的人头门号的一个暴增。那甚至就是说，我们在一些相关的主管机关，如果真的必要的时候，可能不定期的需要做一些所谓的稽查或者是抽查，才减少后面的一些亡羊补牢的事情的发生。虽然 NCC 要求强化 KYC 的指引，对头家办门号的人，部分电信业者嘛要求客户爱翕相做记录。不过学者提醒讲，亲像通信行代办。相关单位嘛要加强抽查的机制。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东有一间专科学校的高级部，学生下课时咧耍，后来冤家，就有人摕番仔姜水出来厝，害9个同学去互喷着，其中5个人较严重，加在无性命危险。那警方已经甲涉案的学生报请少年法庭审理。3只救护车按学校撞出来，顶面载出着咸椒仔水的学生。分别送去台东马街病院和台东基督教病院急诊。有的学生感觉身体烧烫，把衫脱掉，救护员将因送去急诊室。只会喷辣椒水，你在玩啊？喷洒的有部分的眼睛红肿跟身上的刺痛感，剩下后续就是要看医院检查之后的结果这样。早起9点左右，台东一间专科学校高级部的学生，那像伫下课的时阵咧佚佗，煞变做冤家。有一个学生把咸椒水摕出来厝，结果有9个同学受伤，其中5个烧烫伤严重，请救护车送医；另外4个较轻伤，老师驶车送因去病院，拢无性命的危险。台东警方展开调查，对牵涉的学生照伤害甲少年事件报请少年法庭审理。通知涉案少年及法定代理人到案说明，初步查证为同学间争执吵架引发。未有帮派及不良组织涉入。学生哪会使炸咸椒水去学校？学校讲，教育部规定，学校袂当主动检查学生的书包。感觉可疑的时，阁会安排2个以上的家长代表、老师也是同学陪同，才会当检查。会阁再加强宣导禁止炸危险的物件来校，嘛会照校规甲国教署的规定来处分违规的学生。记者综合报道。高雄为着要减少超商便利店的粪扫量，这个月初开始试办专用粪扫地的政策。为前金区24间超商开始，希望超商便利店会当减少废弃物。听到粪扫声的声音，大家拢摕粪扫出来等。有2地白色的粪扫袋啊，也无共款，这是高雄市环保局这个月试办超商专用粪扫袋的措施。即马人球里边常常伫超商食物件，暗过民众食煞，粪扫拢凊彩拼，拢无分类确实。店员若个无分类，全部拢会拼去粪扫车。做分类这样，对，大部分的话，我就看到 Seven 啊，什么全家有就是露出来的那种垃圾桶都会。基本上是没有分类的，会，但是我很少在超商买。环保局这摆筹办对象是前金区4大超商有14间，因为伫这超商大部分是伫徛街，或者是工作场所1块里啊，目前提供75公升、110公升粪扫袋啊，予超商用，也辅导店家产品将做好粪扫分类。环保局表示，用专用粪扫袋啊，会评估未来是不是有粪扫减量。针对前金区4大超商24间门市列为示范对象，并加强辅导，透过小区域少数对象示范使用专用垃圾袋，评估执行垃圾减量成效，作为将来扩大超商推动前的参考。
根据环境部资料，为109年到去年，不管是一般粪扫，或者是资源粪扫，每年拢有增加。这摆超商专用粪扫地下试办会继续半年，若效果好，粪扫减量会推行到高雄市其他地区的超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华这139县道，这沿路是弯弯弯弯，真侪人拢会去遐泊车。警方嘛决定要伫这条县道装科技执法的设备。要划这寡桥倒摆过弯、超工甲车骑一并的危险行为，而且这一张罚单都是12000块起跳。我都会经过等阮的所在，缀甲正街过去，拢互科技执法的设备翕落来，未来搁要食一张罚单。中华139县道是有名的跑山路线，交通事故一大堆。为着要处理竞速过弯的行为，警方决定要伫咧凯做事的5.8到10.2公里之间，增加2个科技执法的设备，只要联合涂骹的叶角比60度较细，经过判断有故意缀车的行为，都会开罚单。对于跑山骑士来说的话，有的人想要激烈超驾或者什么样的，通常这种地方其实是不危险的，主要是骑的人怎么骑。在车道内也没有超速，没有怎么样，你能说他是危险驾驶吗？哪一条法说有规定说不能压车？对啊，你像是，我觉得你要有法有据啦。有骑车认为讲家己真规矩，咧骑车唔惊犯法，但是嘛有人批评处理缀车是依法无据。中华县政府过去捌伫139县道加装风浪的交通间测速的翕相机，但是共款一堆人在驾车。今麦佫提出全台湾第一个科技执法的处理缀车过弯。警方讲系统会24点钟自动侦测翕相，才互人工去审评，甲无出卡挂伫边啊，即种无应该出现的姿势，也是较危险驾驶的程度，就会照道路交通管理处条例43条，该开12000以上的罚单。那如果路面低于那个夹角60度，它都会照相、存档，那回传到我们后端来，那我们再做一个审核，看看驾驶有没有这个危险驾驶的行为。警方讲，即马开始到14是转道期，大概开始正式处理。车友烦恼讲，罚甲遮尔重，短期内可能有效果，但是长期恐惊会造成行车速度降低，引起塞车。另外，可能还有一大堆罚单的认定会有争议，拢需要去思考。记者综合报道。真侪查某囡仔为着好看时行，拢会穿管大鞋。不过认真来讲，若穿伤久，可能会受伤。台北大学的团队就研发一种手机 App。利用手机翕相，就会当透过 AI 评估你适合外观的管大鞋。若这项发明嘛，摕到德国国际发明展的银牌。将管大鞋看起来会较闪 Q， 佫会当展现个人穿插的风格。毋过，若穿伤久，也是行路行伤远，难免会无爽快，或者是破皮受伤。小腿后侧的肌肉，你的足底筋膜也会被拉得比较紧，前面头又会缩得比较尖嘛，所以会容易造成你这个拇指外翻的问题，会让我们的膝盖会有这个过度伸直的情况，膝关节的压力会比较大，也会比较容易造成我们膝关节的磨损。为了解决管大鞋可能造成伤害，台北大学团队甲荣总复健科医师合作，研究手机啊 App 的软体，会当正准确评估每一个人上适合穿鞋的宽度。当女性的脚垫高的时候，它跟骨的话会开始内翻。你可以看你的后脚跟的话，其实会有那个影像的形变。那我们就是利用这个原理啊，我们的 APP 就是会去录影后脚跟的垫高的逐渐升高的一个影像。那我们就可以利用人工智慧去做预测，是收集了100个女大生的脚的资料。脚内徛翕一张上，系统就会当为脚的筋膜骨骼变化这条件判断上适合穿的宽度。这种创意发明得到第75届德国纽伦堡国际发明奖的银牌。团队是讲后续会阁收集数据优化，希望未来会当甲消费者、鞋厂，也是网络电商这单位合作，互民众穿管大鞋唔免阁惊痛。记者综合报道。太阳能发电目前伫国内，互人印象较侪拢是爱用正大片的土地来种电赚钱。不过，就有环保团体举办公民电厂的分享会，搁设一台会当山顶动的太阳能系统，要互民众搁较了解绿电发电的知识。工程师一边安装电池的设备，一边向民众说明太阳能的电安怎转换做一般家庭会当用的电。若总讲大概有这个技术的话，其实会使去排解这个
停电的问题，还是讲欠电的问题安尼，嘛是会使讲针对咱家己居家咧使用电的部分嘛，更靠伊个深入的了解安尼。防疫保护协会伫家己铺子的独立册店举办公民电厂的说明会，分享公民电厂的经营、操作甲成立目的。咱即摆公民店就是讲，伫咧咱的厝尾顶，小小的场域空间只要合法的，会当互咱去使用的这个所在，拢会当很广泛的去使用。我感觉厝里是一个上好的环境。那假设大家会使装伫自家的附近讲，咱用一个简单的设备嘛会使发电来用。安尼我想会当对规个能源的迄个政策拢是做好的推动。农业业种电的争议伫真侪所在拢引起讨论。本身是在地农民嘛，真关心农业发展的记录密度，也专工来参加。想要了解除了政府甲财团以外，太阳能发电的推动，各有啥物选择？它其实也是透过社区的这个集体大家共识。那的确，他也看到一些成功的案例之后，大家在成立合作社，从社区转成合作社的方式，大家更有计划的去规划。本意是好的，但是实际上要落实，或者是说让更多人愿意去参与，我相信大家可能还是比较偏保守这样子。公民电厂是一种真新的观念，防疫保护协会希望推广给民众知影，去电厂用太阳能发电，不是干那政府也是财团的专利，民众嘛会当做伙来参与。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可是实际上，林家保育署伫新竹竹东的旧宿舍，经过2档外征收，正式对外开放，嘛举办展览，要让民众了解竹东过去的林业文化。林业是竹东地区养过4大产业之一，后来因为时代改变，当地茶产业则渐渐消失。不过，物流落来不少日本式的宿舍，经过2档外的修复，最近重新对外开放。民国50几年的时候，政府鼓励大家1人1坑的活动，因为要防空。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里面还保存的还蛮好的哦。你看，其实前几天也还有下雨，可是你看它里面还是很干燥，那大概就可以躲2个人左右。然后我们发现说，整个园区这个后面这边整个园区其实都还有2户这样双拼的2户，都家户都还有1个这样的东西。台湾文化响起协会表示，修复的过程中，嘛尽量保存建筑原本的款式，就是希望会当呈现过去林业人员的生活方式。在修复的过程里面，就是团队是尽量保持一些原件，然后可以用的、可以保存的，就尽量保存下来。那如果没有办法的话，才会去寻找现在的国产材然后去做一些替换。让所有的民众能够去知道，林业文化在竹东区域的一个整体的脉络，更配合竹东镇的周边相关的景点，去营造一个具有文化、历史、自然环境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展示的区域。在12月月底进前，现场还有举办展览，介绍过去林业对在地发展的重要性，让民众有机会对竹东的木材产业甲文化有更较深的认识。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屏东县府发表全台唯一一本以屏东做主题的台语教材电子册，来介绍在地文化。这学生学母语嘛，袂受到空间限制。屏东好食米，屏东真侪好食米。台顶本土语言老师用电子册上课，内容是屏东好食本，学生对着人课文。这是屏东县第9个台语教材电子册，让学生会当伫上台语课的时阵使用电子册来教学生，课程会较活泼趣味。下课转去厝内底，学生囡仔嘛会当学习。上完你到厝了，你阁会当去学一摆。我们帮助会很生动，然后让我们可以好好在私底下学习。这套屏东本土台语教材拢总6册，是以无共年级听都设计，内容拢是屏东本土的文化、不散甲景点。因为电子册内容就是学生囡仔生活，佮有真人配音，而且是屏东的腔口，学生自然学讲台语，嘛会当加深因对故乡的感情。下晡钓酒烧冷冰，红肠滚猪脚。因为这套教材是按屏东本土的生活对设计，
所以对于囡仔来讲，伊即号教材较接近伊的生活所以伊讲的时阵，可能囡仔讲，对啊，这我食过，无一定就讲这物件是我隔壁咧卖啊。经过3年筹备，这套屏东本位台语教材今年正式以电子册来发表，伫网站嘛已经公开，一般民众嘛会当伫厝内家己学讲台语，用台语来行达屏东。记者张义辉、邱兆勇，屏东报道。来看今年的万圣节，这秘鲁的警方拢会甲家己打扮做艋舺内底角色来掠毒品犯仔。那今年万圣节，因阁掠到2个嫌犯，嘛查到上千包的毒品。像有刀啊手刀啊的 Freddy 对镜头发出真恐怖的笑声，挂面罩的连发杀人魔就算是对伫后壁，边还有几个乌营养啊插一个新娘 Tiffany， 3个恐怖电影内面的恐怖人物。拜日万圣节迄暗时做伙出现伫个秘鲁首都里马的街仔路，看起来真惊人。不过因毋是来犯罪的，因是来掠犯人的。3个恐怖人物做伙撞过来，甲铁门敲开，出来佮传出囡仔的哭声。不过伊入去到厝内，随着发现得食毒的嫌犯，所以甲2个人逮捕。另外伫遮嘛查到超过1500包细包的古柯碱。A la primera acción ilícita que ven en la calle, proceden a intervenir. Justamente están con los disfraces para poder intervenir y pasar desapercibidos. 秘鲁的警方最近几年的万圣节，拢会装作是艋舺，还是电影人物，降低毒贩的戒心，再甲因做伙拢掠起来。去年警察嘛装作复仇者联盟的超级英雄，成功掠到一个毒贩的家庭，这个做法嘛，互真侪人学到。镜头阁转去罗西亚的首都莫斯科，同款嘛是警察的功劳。警察1号接到通报，讲有一只猫仔关伫一台车内面，看起来真可怜，阁出现脱罪的现象，互人看了是真唔甘。但是猫仔哪会伫车内？罗西亚的媒体报道，猫仔已经封锁伫车内几啊天，拢无食物件嘛无啉水，车主敢若是封送去精神病院。边仔居民原本想要甲车窗弄破，互猫仔出来，后壁嘛是决定报警察。目前这只猫仔已经互当地检察官带转去厝。暂时有一个所在会当住。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被那秋千寒人，在中国空气污染大梦都真严重。中国为2014年开始降低这二氧化硫，也就是大梦主要成分的排放量。不过有科学家表示，这二氧化硫减少，颠倒会害地球温度升阁较悬。天顶蒙烟散雾。北京和河北等城市这几天雾霾严重，能见度无到50公尺。北京当局拜二启动上悬级的雾霾警告。伫过去10几年，中国全力打击空气污染，已经大大减少雾霾的主要成分二氧化硫的排放。不过最近美国科学家讲，二氧化硫的减少可能让更加侪辐射探测大气层，颠倒致使地球的表面温度升悬。So the air quality improvement by getting rid of coal-fired power plants and adding scrubbers on top of all those emitting facilities actually make climate change, the global warming issue, worse. 中国伫2014年对空污宣言，要求发电厂等工业设施升级排放技术，使用低硫煤，佮提高车辆燃料的标准。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二氧化硫年排放量按2006的2600万公吨，达到2020的320万公吨。Sulfur pollution works like particles in the atmosphere. They reflect sunlight, just like typical sunscreen, and by reducing solar radiation reaching the surface, it cools the planets. 科学家讲，二氧化硫就敢若一件有毒的安全带，甲伊刷除了后，颠倒引起更加歹的热气，比温室气体更加明显。北京今年热浪就经历几十年以来历史高温，还有超级大水。You know, the floods observed in Region X, is that due to the sulfate reduction? Heat waves observed in Region Y, is that due to sulfate? Probably is. I mean, it probably is a causal factor, but exactly how they are related, how the mechanisms play out, this is still something that the scientists are still trying to tease out. 面对双头小的状况，需要更加多研究来验证，并且伫改善空污和对抗暖化之间，找出更加有利的方法来解决。公视新闻江文编译。来看英国有一间生技公司用无爱塑胶提炼香料做冰淇淋，这款食法是引起真侪争议。有
有人认为安尼洗甲食塑胶无差别，会影响身躯。不过，设计师表示，伊是希望大众会当关心环境污染的状况。在热天，袂少人会食冰冰凉凉冰淇淋。冰淇淋口味是800款，不过这种用分解塑胶来做的环保冰淇淋，可能无偌侪人敢去食。So Guilty Flavors is what I believe is the first sample of ice cream made from plastic waste. Actually, the vanillin contained in the ice cream is what it's coming from the same plastic as we can find in bottles, plastic bottles. 设计师真细致，将世界第一个塑胶分解冰淇淋放在冰箱内底展示。设计团队利用分解塑胶的新技术，做出环保冰淇淋，不过马上引起批评，是咧鼓励大家食塑胶。I even had members of the public email me saying it's irresponsible to encourage people to eat plastic, and I think it's this thing that there's this perhaps misconception around what it actually is by the end of the process, that it is no longer plastic. 做塑胶分解冰淇淋的过程，其实爱在实验室内底用细菌产生的酵素来分解 PET 这种塑胶材质，可转化做芳草醛，放入冰淇淋内底。制作团队想要显示的是愈来愈恶化的塑胶问题。It's very frustrating as a designer and artist to see how much we are sometimes making worse, and the only less than 1% of the plastic waste we produce actually end up in a plastic recycling facility. 虽然分解出来芳草醛分子伫化学结构顶悬，甲即卖合成芳草醛可能共款，不过伫食安机构认证，确定人体用安全者进前，塑胶分解冰淇淋暂时干来用作艺术品展示。Once you break down the plastics, in this case PET, once you break it down into its building blocks, we call those monomers. So in the case of PET, we can make vanillin. We could also make various other molecules. 天然芳草叫做绿色黄金，是世界上排第的番红花第2贵的香料。科学家希望透过这种冰淇淋，带起针对食塑胶议题，来唤醒大家环保意识。公司新闻陈慧珍报道。天气报你知，最后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台温度。北部地区21度到31度。中部地区20度到30度，南部地区21度到34度，东部地区21度到29度，外岛地区22度到28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珍，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